伫个优势堡幼儿园小朋友活力的热情表演，台南市议会2022一起爱香水感恩系列活动，29号上午伫个议会1楼简报室召开活动记者会。首先登场的将伫个10月3号举办重阳敬老的活动。今年总共邀请31位百岁人士做伙到议会来庆祝。你会当超过100岁，佫会当身体健康，子孙满堂，这是一个校长真正无简单的开会。所以当这样的事实来到台南市议会接受呢，咱议会表扬的家长长者拢真期待。旧年来，今年就一直讲我要活到明年，我阁要来。这个一己人那个快乐产生出来，让我们真的很感动也很感动。那我们这次呢，设计的非常的活泼，也有活力，非常透过呢长辈的分享，我们人生的喜悦，让所有乡亲市民呢，感觉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的感受议长郭信良表示，依据社会局的统计，台南市到111年8月，超过百岁人士总共有312位。台南市议会除了国赠送人水红包、纪念品加贺卡，议会嘛感谢各赞助单位，包括亚德克公司、台湾手表天团、汽车大众庙、加47商会等赞助纪念的金牌、红包加高粱酒等。东港出席的长者也佫用参加欢乐的扭蛋，炸毁精美的礼品。一起欢度重阳，福气满满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